50,000嘅首期就可以買到呢啲大陽台嘅花園嘅屋啦，帶埋精裝修嘅。呢個係南沙第4代住宅，睇下呢個戶型，呢度係82方，大家有冇睇到82方？呢度仲有一個房間嘅，依家打通咗噶啦。如果你冇需要，你都可以唔打佢，帶埋精裝修交樓嘅，大家可以睇下。3房2廳2衛，使用率去到140方，好舒服嘅。只要首期50,000，大家如果有需求嘅可以聯繫阿波。你睇下呢個主套，呢個主套好大好舒服，層高都係3米嘅，仲有中央空調。睇下呢個花園，陽台好大，有需求嘅聯繫阿波。唔該大家，記得關注。